后来泰国有一个网红，伫新北市新店，互机车弄着，切甲大坑细哩，正脚嘛骨折。伊的亲友指控台湾是行人地狱。不过交通局来回回讲，车祸现场毋是人行道，毋是斑马线，毋是交车路口，是百货公司停车场的出入口，行人应该爱注意路况。旁家两个欢欢喜喜做生意，毋过地点却是伫病院，而且搁伫咧病床顶，因为伤势非常严重。毋但正脚骨折，四肢侪位切伤，肺部嘛受损。虽然伫车祸意外当中保住性命，毋过要像过去共款穿管大下，恐惊过真长的恢复期。If I don't have you, if I don't have some friends, I don't know like how can I help myself? How can I live? 伫 IG 有4.6万买奖，泰国网红朱丽叶顶个月底暗时10点外，天色暗，对环境个无熟。伫咧新北市新店过车路，互机车弄着拖行棍啊公笑。目前搁伫咧病院治疗当中，亲友指控讲是过路人的地狱，实际到案发现场。车祸地点伫咧出名百货停车场的出入口，交通局讲，毋是上车路口，过路人爱注意路况。造成骑士及行人两人身体均多处擦挫伤，行人右脚并有骨折情形。苦重机骑士经检测无酒驾情事。本案相关肇事原因尚待厘清中。而且有袂少人注意到伊伫咧湘北的街仔路翕袂少相片，而且真侪拢是伫咧大马路顶，甚至已经是红灯。原本欢欢喜喜的台湾旅游行程，却因为车祸煞落乌有去，朱莉的心情嘛受到影响。大院大伫要1个月，分享过去的相片，希望会当看见康复，穿伊上介意的管大个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